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你就会当会修。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因带你行正直的道路。你行的时无拄着阻碍，你走嘛袂拄着跋倒，着持守驾驶，毋通放松。着谨慎固守，因为智慧是你的活命。同心来祈祷。主爱的天父，我透早要找求你，因为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落你，阮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有福分来到圣殿，用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你。阮献上感谢，一个礼拜的看顾甲带领，伫生活中主甲阮同在，赏赐阮丰盛的恩典。阮献上感谢。阮是软弱的人，有时无遵趁上帝的话，有时阮的喙齿会犯罪，做毋对的代志，无小心得罪上帝，得罪人，阮家己都毋知影。求上帝赦免阮的罪，恳求上帝为阮创造清洁的心，换正直的灵，帮助阮来到主你的面前认罪悔改，赦免阮一切的罪。这时，阮为当时的兄弟姊妹，甲阮的长辈，有身体欠安的，袂当来到圣殿敬拜上帝。愿上帝你嘛听因的祈祷，求你大能的圣手医治因，祝福因心灵健康。今仔日是母亲节，求你也祝福在座的母亲，伫家庭中像拿俄米充满喜乐甲福气。伫生命中，像玛利亚献上敬虔，也祝福今仔日的聚会，祝福无私的讲道会当利益阮大家，提醒阮心灵的造就，互你的话语踮伫阮的心内，做阮生活中永远的帮赞。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今仔日是母亲节主日，本会举办母亲节感恩礼拜。第二场是联合礼拜，邀请儿童牧区伫第二礼拜中献诗。教会送每一位妈妈礼物，祝福全体妈妈。母亲节快乐！第二，本主日下午5点到7点半，清风敬拜中心举办清风母一下电影美食夜，欢迎兄弟参加。第三，5月20礼拜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有家庭探访，探访的家庭有廖张、柳枝、刘丁氏、李吴阙、钟德英、张梁秀盆。探访的牧长有陈牧师、王牧师、邱招娣长老、薛宝林长老、邓伟仁长老、周美惠执事、吴芳惠执事、陈学良执事。第四，本会定伫5月17到18暗时7点到9点半。伫敬拜中心举办隆萨卡使徒特会，隆萨卡使徒承接多伦多大复兴的点火事工领袖，是使徒甲先知，伊的语言精准，常常带来突破，有医治的文书，欢迎中职同工甲兄弟踊跃参加，接受语言祈祷。第五，下周日第2场礼拜，欢迎黄明定牧师带领美国洛杉矶罗兰港礼拜堂，总共有18位来教会聚会甲讲道分享，愿上帝祝福。第六，
今年度幸福小组国际演习会，伫8月28到8月30天，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洋馆举办，费用2500块。你也伫6月30之前报名是2000块，教会有补助，会当办公室提出申请，请小组长同工踊跃办公室报名。第七，111年度奉献证明收据，请要爱的兄弟到公布人查家己的收据号码，较去办公室领取。周间嘛会当到办公室领取。第二，具体消息，社青牧区定伫5月21号下午3点到6点，伫敬拜中心举办木木亲子嘉年华，活动内容美食、福音解签、文创、农牧商品、草地音乐会、摸彩等。现场是用原油券消费，所以无接受现金，费用是250块。欢迎兄弟黄玉婷执事也是办公室来买。第二，互助声。第一小点，本主日伫第2礼拜后，伫地下室的会议室召开理监事会，请各位理监事出席参加。第二，青年创业贷款到11月30号前，也是经验满就登记申请，欢迎社员有意愿贷款的，请互助社来办理。告解消息，请陈牧师。5月27吼，有迄个5月27是拜六，伫高雄灵粮堂，咱有迄 RPG 为国的祈祷会，也有研习吼，欢迎咱报名参加。过5月28是圣神降临节，城市有联合的祈祷会，地点嘛是伫高雄灵粮堂，请咱兄弟会当斗阵，为着来城市，为着国家来祈祷。咱若是拜六礼拜要参加的吼，若敢若拜六爱注明，爱拜礼拜咧注明，咱较好报名。简单的人数吼，请咱会当若小组，咱会当甲小组长报名吼，则统一互办公室，会当去办公室，请咱斗阵来为着咱的城市来祈祷吼。感谢主吼，咱今日有即个陈思龙弟兄吼，陈思龙传道吼，伊有出版一本新册，这本新册吼，会册名讲吼，100当后吼，你为着即个世界会当留什么吼？伊特别有咱台南新行院院长吼，胡忠明院长嘛，甲写即个推荐吼，讲即个思龙弟兄已经甲正德甲灵命的学问吼，的人生，借着文理用即个册吼来甲表现出来。读即个册，毋但会当增加咱的财物，互咱有属灵的智慧，互咱会当日日换新变化家己，互咱有丰盛的人生，互咱的生命有迄个活了有生命的价值。望咱100当后，互咱后世人永远因为你会当继续将即个生命来传承落去所以即内面有真丰富伊对即个人生的体会、信仰的体会对人的鼓励咱若要甲顾买伫后迄个架骹迄个广场遐咱会当甲顾买即个陈思龙伫遮感谢。好，咱会再去先来放一个学青牧区拍一个要真正的片咱了，咱要来送妈妈的米来。
放那个。你好，哎呦，足紧张的呢。妈妈你好，欢迎来到母语子的世代大调查。那桌上有一份问卷，麻烦妈妈先帮我们填写一下。名字都要写哦。直接打勾吗？是以你小时候的回忆来写。那在刚刚写完问卷后呢，请你回想一下，以前在学生时代，在课业这方面，爸妈是用什么方式管教你的呢？自律，对，放风啊，爸爸妈妈比较不用担心我的课业，就是要认真啊，然后补习啊。就是规定的时间要照着那样子做，这样。自己学习，爸妈没有在参与。那你觉得你当小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的信任对你来说重不重要？重要，信任当然很重要。重要哦，应该算重要吧？重要。非常重要。在小时候的印象中，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不被信任的经验？可能他们想要求我做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怎么做会更好，但是就是他们坚持都会用他们的想法。有啊，太晚回来，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去结交坏朋友。那你刚刚的填写的问卷中呢，你有对孩子做过这些事吗？有些有，有些当然会有啊。我是雨柔，我是怡有。大家好，我是文师。大家好，我是盛阳。我是婷真，我是婷妍，我是子琪，我是晨曦，我是黄子豪。从我大学之后，我比较常跟我妈争执。最常争执应该就是在家事上面，因为有时候可能要跟朋友出去啊，或是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他就会稍微担心我的在外面安不安全啊，或是一些交通方式，他可能觉得骑车太远啊，很危险什么的。他就会问说：“哦，你去学校有没有认真学？补习有没有来认真学？那个英文有没有读？”然后就一直念，一直念。突然冲进来，然后就会说：“你在干嘛？”我跟我妈妈的相处还蛮和平的，所以其实比较不会去争执。写功课跟复习的时候，手机使用的部分，我妈妈看到我的成绩就会觉得说我都没有在读书，然后我们俩就会吵架。你们觉得你们的妈妈有很了解你们？我妈妈是很了解我们的，出钱的，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什么、喝什么，妈妈都一定了解。我们的喜好，妈妈也知道，就连我们的衣服，她都知道是要买几号的；我们的鞋子，她也知道要买几号的。我觉得我妈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我，所以我们在她面前真的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妈妈可能是最了解我的人，但同时也可能没有那么了解，因为可能我以前想要跟她分享事情的时候，但是我得到的反馈有时候都不是那么鼓励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说，我都跟你分享了，结果你都是在批评我，那我有时候之后可能就会有点不敢讲，或者是就会不想分享。对，你觉得妈妈很了解你吗？一般般。我想做人命，然后他有时候他就是都会不知道。用一种动物来形容，蝙蝠吧。就是说，它不管是白天或黑夜，它白天可以躲在黑暗处看着你，监视着你，然后不管是正的或者是倒立，它都看你一清二楚。然后夜晚的时候，它也是可以出没的来巡视你，有一点这个监视器的那种感觉，完全都在这个妈妈的这个视线范围内。蝙蝠是不好的吗？很好啊，而且蝙蝠是群居的。对，妈妈是属于是群的，他就希望我们大家都聚在一起。我觉得很像这个母老虎一样，对，但是我说的不是说不只是脾气而已，我是觉得说他还是花纹，我是觉得他
他在捍卫这个我们孩子们的时候，我觉得他是真的是很勇敢，然后他会不畏旁人，就是他要买东西，他就是会排队，然后他排队，他就想办法抢到最好的，对，然后他看到桌上有很棒的零食的时候，他第一眼就是想到他的孩子，所以他就会想办法用杯子也要用盘子，就反正把它装满就对了。你没有去过好事多吗？好事多有些吃的是可以排队的，可以试吃的。对对对。我妈就会去排队之后，然后她就站在那边。对对对，她一次拿5个。对。然后就拿5个之后，还会赶快在大家面前就叫正阳过来，然后就这样发给你。我觉得妈妈有点像蝴蝶，因为蝴蝶在还没有发育之前是毛毛虫嘛，就是感觉就像是人都有还是没那么完美的时候，但是妈妈为了我们啊，然后强壮起来，就会像蝴蝶展开翅膀的那时候一样漂亮跟强壮。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只有在妈妈身上才看得到的特质？我觉得我妈给我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学习，就是她就真的很像这个拼命三郎一样，她能够在她现在还可以给出爱的时刻，她就尽力的去给，不只是爱我们家人而已，是她的小组员，她小组员的家人，甚至只是可能一个 best 一个新朋友刚来到教会，可是当主任牧师或者是师母给他这样的一个权柄，他去关心的时候，他就真的是很用心的去爱他们，去陪伴他们。我妈有一个特质，就是刚刚盛阳哥有讲，就是她不管给我们后辈，也不只是给我跟盛阳哥，现在她有2个孙女，她给她所爱的人，她要给她都是给最好的。有时候跟朋友一样，可以跟你聊天，然后有时候又好像跟你不太好，就会跟你吵架，然后还要骂你。这很厉害，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补习回来，然后妈妈什么事情都弄完了，或者是你什么东西忘记带了，妈妈说哦我带了。我觉得妈妈是一个不太在乎其他人怎么看待她的一个人，她可以就是尽量的去做出她自己喜欢的方式，或是她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不会被其他人影响。我觉得这是很棒的特质。那你觉得你有被妈妈不信任你的时候吗？有些事情，然后我就已经没有在做，然后她就会一直怀疑我。例如说，跟坏同学在一起，然后还有晚上偷偷起来玩游戏。就有一次段考，然后就是我那一天真的很认真的读书，就是回家之后，然后洗完澡我就开始读，就是好像从6点然后读到快要12点吧。下来的时候，有时候他就会问说：“你真的都有读进去吗？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有一点受伤。就是英文补习班的功课，然后每次上完，然后回家都会写，只是没有在他面前写，可是他就会质问我说：“你确定你都有做吗？”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就是很难过。很感动啊，对啊，就是有的时候跟孩子有冲突。甚至他们有的时候就不把我当妈妈看，就是真的是要抗争到底。不过感谢神，能够在因为在神的那个爱里面，一个有信仰的那个家庭里面，即便是吵得很凶，意见不同，可是最后还是回到神的面前，彼此我也听见他的心声，他在这一件事情的看法。然后就互相来祷告。关于子琪他提出来，就是说不放心他去外出什么的，然后我也会，就是现在也是慢慢的适度调整自己啊，所以说他现在同学有时候要跟同学出去也是都会让他去，但是还是会小小的担心这样，因为毕竟现在骑车的话，外面车子很多。其实看了之后就觉得，对，就是可能少了一些的沟通。比如说，因为我就希望他们早点睡啊，不然那么晚睡，我也睡得不好意思，你知道吗？他说学习这一块是我一直希望他能够自律的，可是他
比较做不到，因为他有专注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要陪伴他专注这一块，到他可以自己自律。这个是医生教我的，所以我就从大班做到现在。可能他已经长大了，没办法再让我就是按表操课，所以这阵子我们也是一直有在调整。当然有冲突，冲突就是我看到我的问题，他的问题，所以我才知道子豪真的长大了。觉得女儿还蛮了解我的，对，然后他们也其实他们蛮有自己的想法的。那其实你刚刚写的问卷是当时孩子在访问的时候写下来的问题。但小孩也有跟我们分享你给过他的称赞，对他来说是印象深刻，而且影响很大。你想知道孩子们对你写了什么吗？想。你把你的板子翻过来，可以念出一下他们写的卡片。当我受家徽差派去到清风服侍，你常会鼓励我，做传道人要有传道人的样，要过全然依靠神的生活，把自己放下，完全高举神的名。是文诗。你很棒，你不需要世界的价值观评断你，你只需要紧紧地跟随耶稣，让上帝的爱与你成长。妈妈全力支持你。妈妈对我说过一句鼓励的话：你可以多去尝试自己。你可以多去尝试自己没做过的事，或是未来想走的路。虽然可能难免会辛苦，但你可以的。不要还没做就否定自己，觉得做不到，要相信自己，自己选择的路就要好好努力下去，不要放弃。你是个细心的孩子，沉稳，但可以再勇敢一点，实际的去探索。挺真，这是婷妍写给我的。妈妈曾经跟我说过，她觉得我的国语还不错，所以我对我的国语会比较有信心。然后第二个就是妈妈也告诉过我，就做自己，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这句话也给我了很大的鼓励。妈妈都会称赞我是蛮乖的小朋友，不太让人担心，所以我以后也要继续当妈妈的乖女儿。我要谢谢您一直鼓励我，使我有信心。有时候你很坚强，不想要让我们知道你哭，但我要告诉你，你不要太坚强，想哭就哭，不要总是默默的哭。我们总是很软弱，所以我想要说，妈妈我爱你。原本我以为你不会让我去记忆班，因为会用上课时间去高中，没想到你会同意，然后很谢谢你。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最棒的，因为你是我的女儿。他说有一次我英文考100分，他称赞我，就是妈妈称赞他子豪很棒，要继续保持。怎么来的？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谢谢。Hello。哟，你怎么来啊？对。OK， 好。母亲节快乐！
是你的。希望有一天可以我们3个一起站上舞台，一起敬拜。子琪想要去欧洲吧？烈火镀金。哦，我想再去一次日本，一起出去玩。子豪要6月5号毕业，那我想要利用6月份这段时间，我要带他去环岛，就属于我跟他的时间。好，感谢主，我们拍手哈，谢谢母亲。先给咱拍这个片，大家看了会感动无？我相信有人7、8岁哈。咱的妈妈实在无简单哈，爱子心切哈，个爱子心痛哈，感谢主哈，上帝特别让妈妈会当来。真正培养咱的囝儿会当大这是咱要来正所有的妈妈咱已经结婚了，咱的姊妹站起来，咱的执事要总是要送咱教会一个心意母亲节快乐请咱站起来一个歌的生日歌嘛是感谢主祝咱大家母亲节快乐。好，咱拍拍祝咱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祝咱会当有勇气，会当继续诚侪囝儿家庭的祝福。好，咱时间到，咱的。牧师，你要报个报了交代消息。迄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迄报了。咱三角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历代记上卷第4章第90到第10节。白话译本伫452页，台语汉译本伫433页，和合本伫501页。请咱三角来共读上帝的话，请。阿比书比伊的正兄伊的老母把伊号名亚比书，就是讲我是真艰苦。亚比书求以色列的上帝讲，愿你真实赏赐福气予我，开看我的见解。愿你的手常常教我伫地，保庇我无拄着患难，互我无得忧闷。上帝就赏赐伊所求的。以上，愿上帝的话点伫咱心内。即时俄勒，请妇女献歌队。
这是讲道，请陈牧师真做尊贵囝儿的母亲，真做尊贵囝儿的母亲。感谢主吼，咱伫即个母亲节的主日，咱会当听到，无论是咱的学生的妈妈甲囡仔即款的心情的。迄个个别咱听到咱妇女生歌队所吟的这首歌，我相信你吟的流目屎，听的人吼嘛拢要流目屎吼。妈妈的听真正是，互咱笑脸吼。妈妈甲咱补迄个破的衫，煎迄个好食的鱼吼，互咱食若像我足少年妈妈吼，为着赶紧吼，搁爱有够咸吼，所甲做的迄个豆油卵吼，迄个滋味吼，永远拢记条条。无啥物物件吼，比迄搁较好食。世间就是妈妈煮的物件，永远拢记条条。咱今日有人结红花，有人结白花，吼，结红花嘛，恭喜妈妈搁伫的，咱着爱会记得友好妈妈，感谢妈妈，体贴妈妈。咱结白花嘛是感谢上帝，相信妈妈伫上帝所在，伫遐真好。咱嘛毋望将来会当伫天里甲伊相见。伫即个母亲节主日，牧师特别用迄个雅比斯的祈祷足出名，这20个经节，用诚做尊贵囝儿的老母，甲咱三甲来分享即个母亲节的信息。其实，咱有足侪人拢是属伫历代志上4章第9节的人。就是像即个雅比斯共款，
牧师也是属于这个历代志上4章9节的人，就像雅比斯，因为出世的时，老母讲实在真艰苦到底是生产的艰苦，还是家庭拄着艰苦、经济艰苦病痛的艰苦，还是丈夫的艰苦？什么款的艰苦？唔知那我的妈妈生我时是，我的爸爸当兵用要死，所以实在是真艰苦。但是感谢主，因为信主，一切改变。所以因为这个信仰我会当人生活了真精彩，嘛是讲活得真尊贵。所以我的妈妈嘛是我诚做尊贵囝儿的妈妈。对正直的圣经有几点要甲咱大家参加分享。头讲就是这个雅比斯讲，比伊的正兄弟较尊贵。伊的尊贵甲伊的妈妈袂开，无伊的妈妈就无伊，所以雅比斯是伊的，袂当去取代。其实每一个老母嘛是唯一的，袂当取代；每一个生命嘛是唯一的，袂当取代。尤其咱照上帝做的人，其实咱无一个人相像，拢是袂当取代。咱所信的上帝也是独一的，袂当取代。第二样，咱会当看见这个雅比斯的老母，伊的艰苦也是袂当取代。上帝特别记伊的艰苦，讲伊的老母看到这个雅比斯的时心肝真艰苦。这个雅比斯的老爸也无甲好名，到底是无伫的，还是安怎的？圣经当然无记载，但是咱也看到伫圣经创世纪咧记载，这个拉结咧生囝的时嘛难产真艰苦。圣经讲伊来到为这个伯特利行一段路因为要生产难产，足艰难的时这个孝生婆甲伊讲唔免惊，你要生一个，你要阁生一个囝，要来安慰。但是伊用要死，灵魂要走的时阵甲伊的囝号做便乌尼。这个便就是囝，乌尼就是啥呢？就是艰苦的囝，艰难的囝。但是伊老爸确实甲号名叫做便雅悯。这个便雅悯就是正手的囝。这个正手当然就是有力，这个正手就是祝福。因为若做祭司还是做老爸要甲囝祝福时，爱用正手倒手，正手。所以希望伊这个囝是有力的，是会当受祝福的，佫会当得到双倍的福气的，会当得到大囝福气的。这就是这个拉结生这个便雅悯但是咱看见的雅比斯爸爸都拢无看伊甲讲这是艰苦的囝，伊也无甲讲这是迄个有力的囝这是有福气的囝，都拢无。但是感谢主，圣经安尼记载，毋是要记载伊的艰苦，圣经记载是要记载这个伊所生的艰苦的囝雅比斯比正兄弟更加尊贵。这个雅比斯若无生出来，是毋是伊的心灵袂遐艰苦我相信毋是安尼。这个伊拄着艰苦，上帝允准，上帝也互伊，因为艰苦的中间会当倚靠以色列上帝，互伊会当有信心，所以伊才会当互这个雅比斯比正兄弟较尊贵。伊相信上帝的确会帮助你，所以要生雅比斯的进前伊要讲知影讲无爸拢甲好名，知影讲伊生长的时丈夫嘛伫倒一角
是安怎着甲即个囝生落来？但是当然当时无人讲既然有心，就是爱生。但是伊相信即个生命是属于上帝的，伊甲生落来，相信的确有上帝伊家己的作为。所以因某囝相依为命，信靠伊即个上帝。即个囝才会当有即个信仰，佫会当求靠伊即个上帝讲，但愿你赐福我，扩展我的境界，常常甲我三脚闭地，保庇我无拄着患难，无拄着艰苦。上帝就应允伊的所求。所以，即个老母的信仰是真重要。老母的信仰带予即个囝儿，老母的陪伴是袂当取代的。老母的陪伴是袂当取代。尤其伊还佫伫有身伫巴肚内的时阵，其实相信即个老母伊的信仰，伊的祈祷相信上帝咧保守伊。感谢主，即个雅比斯对一个出世老母就无伫的，伊就爱真艰苦，甲伊饲大，甲伊陪伴。即个囡仔细汉的时阵是清心的。这囡仔细汉的时，耳孔是真拉的，老母甲讲啥物拢记条条。所以三米牧师娘伫学生牧区讲伊即摆拢陪伴阮迄个查某孙因为学校的操讲操一个妈妈，敢操一个妈减一个老母拢是对囝拢想讲伊爱做甲较好的，拢较严格，就甲念。对囡仔来讲讲就是咧甲责备啦，咧甲骂啦佫过一工佫减操一字的时阵伊就知影讲即声转去爱用念所以先阿嬷你敲电话妈妈，我甲妈妈讲我减操一字意思先讲无代志毋免叫我咧就去用念甲讲的是佫甲讲迄阿嬷讲毋通生气到日落，生气会互人犯罪，这囡仔咱毋通小看，你甲伊讲啥物伊耳孔足来，细汉时足来，心足清，你甲讲啥就有啥，你甲讲啥伊就听啥，拢记条条，永远袂袂记。所以细汉时偌重要感谢主，所以甲伊。背主祷文，背诗篇23篇，背圣神的9日果子，囡仔咧甲教，甲伊算，豆，伊无用中袂甲毋的你毋捌看，一阵仔久了伊就背甲非常的熟，非常的紧，所以即个陪伴是非常要紧，感谢上帝，即个雅比斯的老母。的确有将伊识的上帝，伊所经历的这个上帝，所明白的这个上帝，伊有甲这个雅比斯来分享。虽然伊拄着真侪艰苦，但是你甲看，这个雅比斯会当上帝做一款的祈祷。那甲像大笔因为明白上帝，所以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过一项，伊互我。倒伫青水的走坡，带到安静的水边。伊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虽然我行过死命山谷，嘛毋惊灾害。伊会推伊的拐安慰我。伫我的对敌的面前，甲我摆设形象。伊拥有我的达，互我的杯满出来。稳定甲慈悲的确缀我到一世啊。那甲代表共款，会当做出一款的诗，会当做出一款的祈祷。这雅比斯的。祈祷伊求伊识的上帝讲，但愿你赐福我，扩展我的境界，常常甲我三脚闭地，无我拄着艰难，无我拄着艰苦。这就是一个水的信仰，水的祈祷。感谢主，我相信咱做妈妈，虽然咱袂当做天大地大的代志，看咱也真微小。但是咱也会当有一个好的信仰，咱会当互咱的细囝，互咱的孙，互咱的后代，
也会当因为你有一个好的信仰，认捌独一真的上帝，会当咱所信的上帝来祈祷。我相信伊要诚最尊贵。兄弟姊妹，这毋是干那雅比斯的老母会当安尼，咱每一个妈妈拢会当安尼，毋是干那雅比斯会当诚最尊贵，咱的囝儿嘛会当诚最尊贵。这个雅比斯的祈祷，这个应允是会当转移的。我拜三咧讲，圣经的应允毋是干那要互圣经的人，是要互你、互我，搁后代人。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得到这个应允的转移。好，今日牧师简单讲一个，伫咱的基督教历史上真伟大的一个教父奥古斯丁。这个奥古斯丁哦，伊的爸嘛毋是基督徒，伊的老母真敬虔，毋过伊的老母知影伊的老爸吼是罗马咧共做抽用的吼，拢是有钱啊，搁歹称情吼，足歹斗阵的。但是吼，伊的老母嘛是拢真安尼轻声细细，对伊真温柔。后来到这个奥古斯丁的老爸要过身的时候，其实有带伊来信耶稣。好，这个奥古斯丁哦，虽然老母当然爱伊会当敬虔来认捌上帝，毋过伊老爸当然罗马人想要成功就去读册啦，就去学什么啦，学什么啦，毋茫伊会当做律师啦，无就做政治家啦。所以这两人拢无共款，但是感谢上帝，这个奥古斯丁吼，伊会当得到上帝的怜悯，后来会当成做一个伟大的教父，实在是因的两个人影响。这个就是伊的老母，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教父叫做安波罗修。这两个人对伊影响上大。老爸是要行世界，但老母要互伊行上帝的国度。这个奥古斯丁伊当然因老爸互伊世间行，所以放纵私欲啦，搁去信迄个摩尼教，迄个就是迄个波斯的迄种火教，共款摩尼教。伊看讲哇惨啊！这个囝愈来愈离愈远啊！伊就叫这圣经的员讲拜托个啦，你甲因苦劝一下，派着苦劝一下。那甲咱为说惊讲牧师啊，拜托啊，阮囝你甲苦劝一下吼。但是这个神父讲少年人即马心足硬时间还未到，时间还未到。伊嘛是讲过啦，拜托个啦，拜托个。伊讲袂啦。你一日干流目屎为会祈祷，恁囝袂无啦，因为知影神父嘛无法度。毋过，这个老母流目屎会祈祷，有一天，这个奥古斯丁伊伫花园咧散步，有一寡囡仔咧唱歌，咱耳讲听到迄个对上帝来声讲，摕起来读，摕起来读，伊拄仔摕一本圣经就献到这个罗马书13章13节到14节。你毋通酒醉，你毋通好色贪，你毋通嫉妒什么真侪无好诶，你着爱请耶稣基督，毋通放纵私欲放纵肉体来照私欲所以迄阵上帝可以看到，可以听到无共款。所以伊就伫遐流目屎悔改感觉讲哇，想着老母，伊就伫遐剃到流目屎。所以这个奥古斯丁因的老母的祈祷改变，开始行主的路。伊伫这个米兰真正悔改互这个安波罗修这个主教为伊洗礼所以。后来，这个奥古斯丁会当成做一个伟大的教父。伊的老母毋是讲学问偌好这个偌讲话，就是一个普通的妇人人伊就是干那敬畏上帝，疼囝，为着囝祈祷伊56岁倒转去，这个伊感觉讲我即马无啥人留恋。感谢上帝，我的囝真正行伫上帝路，做上帝路仆。我搁要求啥物？
但是这个乌告书顶吼，失去的老母会讲：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错着我失去迄个我的主爱老母吼，我的迄个心灵足艰苦，我生命用要放弃。你看，这个乌告书顶，因为伊感谢老母吼，互我上定的生命，毋是肉体的生命，是伊互我有这个灵魂的活命，将来通伫上帝永远的天国。兄弟姊妹，这就是应允的专利。这个乌告书顶嘛是这个阿比斯啊，伊的老母其实生要带这个囝，才歹带足艰苦，老爸佫无好，但是透过伊敬畏上帝，为伊祈祷，感谢主。这个乌告书顶，诚做上帝中央罗卜。兄弟姊妹，咱望伫这个母亲节，妈妈最伟大，毋是我妈妈有偌济学问，我有偌济才能，我有偌济钱财，毋是；我有偌济温数，毋是。我会当真正敬畏上帝，为囝儿祈祷祝福。咱看见有时人，咱咧看影片啊，你要过度要求这囡仔哦，颠倒失败，反倒转哦，你家学乐，家鼓励伊成全。我即马做阿公，我才知讲学乐足路用的。要带囡仔就是爱甲学乐啊，学乐伊就做了足好，吼，伊就足好的。跳绳啊跳得好吼，直直跳袂煞吼，跳啊足厉害吼，这就是。所以咱得会晓为伊祈祷，该祝福，该鼓励，该成全。为伊祈祷就是爱放手，人家囡仔脏条条吼，你毋交上帝，上帝讲你都掠条条，我连要带伊条路吼，因为你甲掠条条吼，嘛行袂去啦。咱看伊乌告书顶祈祷，伊才会拄着主。咱的囡仔若拄着主，伊就行主的路。若无拄着主，主无要救伊，你着搁送去，你搁安怎甲念吼，安怎讲吼，无救啦。但是上帝若一句，伊就活倒转，行入上帝的道路。感谢主，我相信咱每一个老母拢是尊贵囝儿的老母。愿上帝赐福咱，会当诚做尊贵囝儿老母，因为你会祈祷，你会敬畏上帝，你的囝儿诚做尊贵。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赐福阮所有妈妈，会当诚做在地的妈妈以外，更加要紧爱诚做信德的妈妈，会当为着囝儿祈祷，为着囝儿。会当常常流目屎祈祷，阁会当鼓励囝儿，将囝儿交托伫主的手，相信每一个囝儿拢要行伫主的道路，互因诚做尊贵。祝福每一个妈妈，诚做尊贵囝儿的妈妈，靠耶稣基督的名。请吟回应诗451首。请起立吟全首。我只是大小。
这咱永远徛伫，咱会当伫主的面前，少年咱已经倒转到上帝所在咱的老母，咱嘛会当为着也未信主的老母祈祷，咱嘛会当为着检测也未当行入主的道路的囝儿来祈祷，咱嘛着为着囝儿会当更加热心敬畏上帝，行主的道路。行入迄个蒙福得救永生的道路来祈祷，咱也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祝福，求上帝赐福咱有一个真正基督化的家庭。咱也为着咱的囝儿逝世，无论做啥物，互因伫逐所在拢会当荣耀主的名。咱也为着软弱的肢体祈祷，为着咱台湾特别伫南部会当降落。甘雨来祈祷，咱举起咱的双手，咱呼叫主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母亲节的主日，阮的少年老母会听。主啊，纪念阮已经倒转到上帝所在的老母，相信伫遐，伊嘛咧为着阮祈祷。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听答。主啊，阮要为着阮的中间，那还未信主的老母，主啊，互因永远会当，因为阮的祈祷透到你的面前，互因也会当来归应你，来得到救。主啊，阮的囝儿，若是失败，求你互因会当来倒转。主啊，离开你的会当搁倒转到你的厝。主啊，阮诚做一个老母，阮所会当做的。就是祈祷，祈祷，搁再祈祷。主啊，透过祈祷，交托伫上帝手，互上帝做成上帝所要做成的工。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永远为了阮的国家来恳求你的同在，降落甘霖来润泽阮的土地。主啊，求你啊，以阮中间软弱的肢体，拢会当得到你的恩典。主，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互阮伫母亲节的主日，少年老母会听，感谢上帝恩典，互阮诚做敬虔祈祷的老母，诚做囝儿家庭的祝福，也阮常常会当举起手，为着阮的亚己的国家台湾来祈祷，愿上帝降落甘霖来润泽这个土地。主啊，阮有软弱的，愿你的医治到伫因，互因得到勇气。感谢你，使我阮的妈妈有勇气，搁较会当来诚做上帝你所要用的器具来扩展你的国度。感谢你，学了你，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请坐。请这首受奉献。这请咱起立来吟奉恩诗。
主爱的天父，阮感谢你，想使阮伫事农工商拢有好的得货财的能力。阮奉献淡薄的金钱，做教会传福音事工的路用。愿主甲咱阮的奉献，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祝福财产，咱吟401首。陈牧师祝祷，咱恁通平安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交通感动，常常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闭会。我来介绍一位迄个何淑颖姐妹哈，卖伫什么所在？春节节锻炼来哈，咱拍波啊，欢迎伊参加咱礼拜哈。好，完成的祝福你。